老叔，我想吃羊，一天不吃肉浑身难受。我这看你欠揍，没有牛肝你不吃，还杀羊，今儿杀羊，明儿杀羊，你家真金山呐？切，那我也吃。任何事儿也阻挡不了我吃羊的决心。今天咱就拿这1箱酒去邻居家换只羊。走，叔，哎呀，说你大侄女来看你来了。哎呀，这咋这么多酒呢？都是你爱喝的高度酒，60来路的。哦，哎，这酒好啊，这就好是吧？嗯，不是，这你不错的。因为我家叔叔不让我宰羊，你看咱家这么多，叔叔啊，你要我大侄女给你拿这些酒，你跟大侄女换一只羊行不行？哎，那可不行，那你搁酒换羊，不行啊，指定是不行啊。这咋回事？大侄子，你去看看那小闺女多好看，咱家还有半只羊，完给半只羊拿去给她换了得了。咱这羊嘛都是用酒换的，合理价卖，但是酒换是不行啊。我跟你换啊。不好吧？你是？那是我叔。那感情好啊，那这些酒都给咱叔吧。行。哎，快，你穿这么少呢咋？赶紧进屋快。这屋真暖和。呀，这小伙子谁呀？这么帅呢？老叔，这我刚认识的新朋友。来来，快把那放下，坐这。老叔，你这是玩游戏呢？嗯，我刚才出门走得急，我让老叔帮我打一关。姐，你这玩的啥游戏啊？就这个刚升级的跃动小子，有很多的新玩法。这个危机消除可有意思了，我都玩1天了。啥危机消除啊？就这个消除方块救出国王，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其实一点都不轻松。这里的老多关卡了，玩的时候可要仔细看呢，分不了一点心。这么难吗？我也试试。听说制作者本人来了也不一定能通关呢。现在不用下载，点击左下角就能玩。你看看能不能成功的解救国王。左上角玩法里有危机消除，出去炖手把肉去。姐，我帮你。不用，我自己能干。来，把住啊！姐，我来。这干活真利索。会做饭不？会啊，行，一会儿你炖啊。行。得快点血吧，焯一下。这冻羊肉不好吃，快点血焯去。好。来点家乡的大力盐，再煮它40分钟。这大小伙子，这大个子，你得有多高啊？1.85米多。像你这样的找啥是合适？我找个我姐这样的就挺好。你可拉倒吧，我比你大7岁呢。羊肉出锅了，手把肉出锅。来，孩子们快吃。哎，这吃这种正好。姐，你吃这碗。啊，谢谢老弟。得叫我小东姐。小伙子真会来事。来，姐，我帮你。行了，够了。小伙子，这会儿你吃完咋回去？我开车送他回去行了。那行。来草原，带上您家乡的特产，咱们互换美食。我在呼伦贝尔等你。